大家好，来我们的志雄哥啦，哈，有无有成功力有无？有啦，对不对？但是功力有无遮悬啦？有野手一个，有啦，真的有啦，哈。哎，特别呢邀请呢，迄摆伫台北呢，今仔日要去录迄个什么，要去录民视呢，结果拢搁家动落来，昨啊、冰冰秀啊，你录有无？伊讲吼，我无时间呢，我若甲你录了，我明仔载都毋免来这场啊，因为伊讲吼，咱甲八公啊总有缘的啦，伊一定爱第一个来到咱的现场啦，吼。来，一样呢，我们让我们的志雄哥呢，先跟大家呢问候。好不好？啊，今是咱后八公啊呢，咱会按照理会就好理解啦。我真啊，祝福咱一龙宫获得正神，顺利显赫，啊，入会了后更加会当安尼咱种类俗的，合家平安，大大细细拢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大赚钱。谢谢。谢谢，让我们的志雄哥先带来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我的《痴情风雨》。哦，今年的首张的一个新的 EP 单曲。哎呦，这首歌开始点阅率破100万呢，来听看玛雅婆下过来一个。大家支持 YouTube 帮我按赞分享，谢谢《痴情风雨》，感谢，谢谢。吹也比我的情花，痴情雨落对面，予阮愈爱愈掉地，爱你到老，永远牵做伙，我的心只欠你一个。情难是客，痴情的